月30日國小開學日，係國小學生嘅歡喜迎接新學期嘅日咧。我南投新義鄉神木村嘅家長同成員咧，三無吃到歡喜，因為一旦愛去讀書嘅路困難行。大早有個爸爸見論恩靜，送成員嘅愛去讀書，韓國臨時片土地動嘅太舒服，用字也強快團腳壓過，氣壓過。明日要送成員來讀書咩？係啊。係。你有冇咁麻煩下路啊呢？唔怕，啲下都冇法度啊！你一上樓安尼過啊，冇法度過來啊！現在讀書較要緊啊。這個要講嗎？唔會啊！明日要爸爸安尼送我。總是這樣講，不會怕氣，怕得要死。漸漸1/3嘅神木國小學生嘅都會安尼去讀書，因為冇拉起風采，大塊嘅連接神木村8年到神木國小嘅子嘅巷口，加下愛去讀書，搶走的行一條緊急開通嘅臨時片土。本來昨天他們弄好的時候，這個車子可以過吧？早上就那個水就變那麼大了，係啊！我回過來的時候看到這樣，我以為都不能過，很危險。我過水哦，要驚啊！嘿，你落水間有土石流吼，都心裡會驚驚的。神木國小98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典禮開始。雖然成員嘅愛去讀書嘅路變艱暗艱辛，不過學習做唔得天土，神木國小還係準時開學，全校師生齊中強下，從高位迎接新學期。該宿舍嘅高位唱起來沙貼片都感覺。那我們今天能夠很平安，都能夠在一起，所以呢，我們就唱一首簡單的歌，當我們同在一起，備來。當我們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當我們同在一起，一起快樂。大聲點。你對着我笑，嘻嘻，我對着你笑。神木村另外一間龍華國小，仍然係睇神木村辦公室開學。先生大早來到新學校，用數控嘅遙控器打開鐵門，準備迎接學生嘅來上課。雖然簡單有啲兒溜少，不過先生還係想辦法半日嘅過渡時期嘅上課教室，準備到該學習。我們是希望說，小朋友即使在這樣的狀況之下，這個閱讀習慣還是不要，讓他們可以隨手取到書可以看，這樣子。所以要在開學之前，要先把這些東西全部就緒。龍華國小嘅師生愛搶時家用村辦公室上課，係因為學校村嘅神木蟹同鑊石蟹認證土石雕，大隻為學校嘅運動片同時練台，體積含過半水入從骨頭，造成教室大家45土，學校搶村到9門呢，該已經係龍華國小第3擺愛重建呢。龍華國小建校過後，一直唔係過順勢，先係受到河北風災打壞。重建過後，要睇舊年嘅鐵通道轉塌，規模簡單，再個起好，入擺要嚴密冇拉起風災本打壞。睇學校服務25年嘅工友媽媽，看到學校廢鐵3擺，吃到骨唔盼得。感覺是覺得很捨不得，又覺得說在這邊哈的學生很辛苦啦，還有家長哈都蠻辛苦的啦。唔過成員嘅總共係成員嘅，揾到新學期睇新教室上課嘅感受，同他人嘅看法各無相樣。就是教室變小了，而且那個只能趴着睡覺，不能躺着。你喜歡在這邊上課啊？喜歡，因為這裡好像走迷宮啊，好好玩呢。這裡沒有鐘聲。還有沒有操場啊？然後像資訊課那些都停掉，都沒有。因為學校空間比較大，還有加上可以玩的地方也比較寬。全校暫體村辦公室度發通空間細，泡泡嘅表嘅測驗，一時嘅上路堂嘅多。學生嘅路會躺到，隔壁班嘅先生上課，強會摸唔清楚自家上嘅係乜嘅課位。
那现在目前我们在这样子一个木板隔间的一个教室，隔音上面是会比较差一点啊。但是如果说我们透过老师跟同学之间，我们彼此的把音量都放低的话，那应该还是可以克服的。按健新的上课方式，本教育部长也来到龙华国小临时教室，关心学生的上课情形。我想，不管怎么样，临时的都是临时的啦，它绝对不会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哈。那政府，不管是中央政府或者县政府，跟学校这边应该尽快来做的是说，让他们恢复正常，他们应该有更好的一个环境来上课。也地空姐就喺龍華國小愛搭建彈珠校服教室嘅素材，按上9日帶愛本聲音嘅搬過來，至於客廳愛揾素材去各位永久教室，愛去睇哪隻嘅限體設備所。找一个安全的地，令地来重建。那地找到以后，我们也要找结构技师、专家学者来做安全的会勘跟鉴定。那校地的安全性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考量，让孩子的学习不要中断。按用嘅本身人嘅安全系統數，係神木村學校嘅第優先考量，用神木國小學生嘅上課愛經過圍路來做理嘅。更加只要一落太熱，就該有可能發生土石流。一隻笨蛋由於粗橋睇下嘅摩拉克風踩時笨打踢咧，喺睇對岸嘅聲音來來吐水嘅話，來行嘅一條臨時暢通嘅片圖。唔過喺講落太熱嘅話呢，一隻係隨時有可能會本土石流埋踢，到時隻聲音來吐水就只有走流浪咧。土石流來了，不知道要往哪裡逃往這邊走喺講發生土石流。聲音呢應該應用嚟去學校，神木國社會家長同學校開草談會，想辦法討論應變的方式。我是覺得那個要考慮到流浪小朋友感受，所以我是希望盡量大人可以給。比較小的小朋友，像我妹妹，她從那條路回來她那個山路這樣子，她阿公這樣子開轎車載她來了，她整路她嚇到發抖，會哭。這樣子啊？學校事先相片。提醒人哋愛望天，讓有疏好托嘅情況下，先做必要嘅準備。如果真的變道被沖刷，那就拉流籠。那如果在很危急的狀況下，你做流籠也很危險的話，當然我們就要注銷。所以我這邊都隨時做準備。睇人相親辦法，想愛為聲人哋打出一條又較安全、好去讀書嘅路。唔過對大部分還冇14嘅聲人呢，聽到可能愛走流浪去讀書，還太過驚。小朋友他是說聽到說要走流浪，就是很怕說，那媽媽我不要去上學了啦。他說我不敢做那個，他說看到很危險，他說等一下要上面下大雨要土石流下來哈，他就說很害怕。因為巴黎那邊就是上學的路，可能有時候會怕土石流來，又會不能通，你會擔心這個嗎？會。因為我不敢做流浪，很恐怖，因為我有懼高症。可能愛走流浪去讀書，聲音呢會減會少，因為辦冇一陣日前，一定能經過莫拉克風災帶來嘅土石流災害，新冠度嘅暗陽旱災旱改正。房子那裡我們大水來的時候，我們都跑到竹林上面去那裡住我阿伯那裡，然後颱風天過後的時候，我們才下來。那現在會怕怕的嗎？還會，就是水啊，從浴室，然後積到130公分，然後再從浴室衝出來，然後整個都是泥土還有水，然後10幾天沒有抽，又有惡臭，很臭。那家裡現在都不能住了嗎？不能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我叫做 OK 啦，請問在座的小朋友，你玩過大風吹的，請舉手。颱風來幹嘛？哎呀，颱風來了。OK 先生說，
我的心情也变得不太好，都笑不出来。虽然心理嘅伤害看唔到，不過咩係在後福建工程度該重要嘅一部分。朝陽科技大學師生用教遊戲大發通嘅方式，想要安慰成人嘅在後受傷害嘅心靈。甚至喺成人嘅用畫圖嘅方式，同老師度嘅白白封仔畫出來，用畫圖作為書記嘅管道。那个咖啡色的是什么？这个？这个。对。土石流。土石流，所以你的家在哪里？哇，所以土石流把你们家淹起来。所以那一天土石流来的时候，你们有赶快逃出来。我们那一天的晚上就逃了。那天晚上就逃了。逃的时候你有好害怕吗？有。有好怕。还有一次跑给土石流追。对孩子来讲，游戏就是他的语言，画画就是他的语言。可是你可以发现，在那个画里面跟游戏里面，他本来以为不能说，可是他可以说出来，他可以画出来。那有些孩子虽然说了，有些孩子没有用说，只有画，可是某个部分都是一个抒发，把他那天的经历可以释放出来。風災喺神木村嘅成人呢，遇到大自然帶來嘅災難。韓國海嗰度家庭無為把本，家人無為，可能而落實的田丘也無為。你們家這一次有沒有怎麼樣？前面快要崩下去了。那家裡的田是也是就是被打掉？2個被打掉了。個田迄攏規下攏衝槍槍嘞，乜幹嘛冇嘞？人不卡嘛冇呀。那你會用的嗎？啊，你他媽看哪看都用本的，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啊。不然现在也是要怎么样讲，要教是走没路了啊。像彭丽主案呢，我嘅強嘅專題，田丘無特嘅嘢啲嘢，睇神木貴少27嘅學生嘅18戶家庭度3股就有1股，田丘無係咧也有2/3按多，一家之間按大嘅變化。學生嘅家長媽媽講前月唔啲按奶來，未來一日嘅按用嘅歌，都見也行3無條塔。人家家長嘅想法都冇嘅啊，做嘅人呢都冇睇起嘅啊，都過來先生哦，些人按樣問讀書嘅錢啊哦，屋企按樣問成分哦，那問題錢太嚴重啲啊，當到家長慢啲按多啲按樣。淋完了以後就可以離開現場。來這個好。我們會從社會資源，看看能不能來爭取，在學校的一些教育上，或是在午餐上面，能夠有所挹注，那減輕我們這邊家長的負擔。對，好來舉手，哪些地方會運用到實體？如果要把學校教育做好，那一定要連帶的家庭、社區這一塊都要兼顧了。所以，怎麼樣讓家長這邊他們的生活能夠安定，工作能夠安定？那小朋友的那個上學才會更有保障，所以這一點我們在重建委員會那邊在談的時候啊，現在已經不是說談學校單獨的問題，而是說學校跟社區整個結合，讓社區這邊怎麼樣能夠重建家園。在後重建的路重搖搖的，氣候意見學校至少會3年。一段時間，龍華國社會成人呢，愛睇住校角度上課，氣候一錯只係行橋，最起碼只有半年卡價。一學期，神木國社會成人呢，愛望天能有所好圖。神木村的家長愛捱過前緣難關，回到本來嘅生活，一閒地愛等到乜嘅時節，安心去讀書，本但係去平常去應該嘅，一下對神木村的成人嚟講。沙場係愛屯田求用嘅。